关的上帝对咱的救赎的奥秘计划甲旨意。伊个是咱唯一的大祭司，一概献上伊的身躯来救赎咱，并且永远活咧。伊为咱上帝来代祷，伊嘛是咱永远的君王。伊用伊的话甲圣神管理咱，佮保护、佮保守咱伫伊所备办的救赎的中间。问题32：你啥事称作基督徒？回答讲：是凭着信心，我就是基督的肢体，并且因为我伫伊受抹油的，我有份参与伊的抹油。为安尼，我会当承认伊的名，佮会当自从家己当作感恩活我的祭来献予伊，佮会当用自由的良心，伫一世人甲罪恶、甲魔鬼对抗，并且以后伫永远的中间，甲伊做王，做伙掌管万米。咱今日要讲的是，耶稣是基督，是上帝所抹油的。咱伫顶礼拜主日11，咱讲到耶稣的姓名，伊的名叫做耶稣，伊是独一的救主。咱来讲到这个真理。那今仔这个主日，咱要来探讨耶稣基督另外一个名，基督就是受抹油的。耶稣是基督，这两个名是真重要的关联。耶稣就是基督，咱常常讲耶稣基督，咱的主。但是咱要来探讨到底基督是什么意思？伊啥事互伊就是上帝所立的基督。咱先来了解这个基督的意思。基督是希腊文，伊的希伯来文叫做弥赛亚，本来的意思叫做受抹油的人。伊这个名意思是为动词来。动词就是用受抹油的人，受抹油的基督弥赛亚，就是耶和华互耶和华来抹油的人。其实呢，基督不是名，基督是伊的职务的名称。譬如讲，这个咱的总统蔡英文总统，这个总统不是蔡英文先生的名，不是，是伊的职务的名称。那亲像有人做总理、做总统、做医师、做律师、做法官、做工程师，这拢同款是职务的名称。所以耶稣基督意思讲，这个耶稣的职务就是受抹油的弥赛亚，这意思就是安尼。伫旧约的时阵。有一寡人，因要上祭的时阵，上帝就差遣伊的罗卜去到这上祭人在头壳顶来抹油。这个抹油的人，这油是代表圣神的温素，所以这个人受抹油，就是这个人互人分别做圣，伊要来做上帝的工，领受上帝的权柄甲能力规律。伊来担任特别的职分，来执行特别的使命。这个仪式虽望是通过人来完成，但是这是上帝所认可，伊是凭着上帝的权柄来行达。所以，设施伫旧约内底，若有人无受抹油来做上帝的车用，我咧讲的是3种特殊的人的车用。这种人无正式受抹油，伊就是非法，是无牌的。所以这种人就是侵占圣职，高举家己，伊要来限制上帝的百姓。这种人，伊就爱如去，就爱处死。所以旧约中间只有3种人要就职的是爱互受抹油，一种就是君王的先知、祭司甲君王这3种尔。这3种是受抹油的人。耶稣的时阵，
犹太人一直在大挑战讲，你来证明你家己是不是上帝抹油的人？意思讲，你是不是上帝所设立的弥赛亚啦？这问耶稣的权柄，你凭什么权柄？这一款代志？因为因看不出耶稣就是上帝所设立的弥赛亚基督，所以因最后拢拒绝耶稣，大声话讲：将一定是不是假？将一定是假？但是耶稣一直承认伊家己就是基督，而且伊毋茫对伊的学生的中间会当听出这种的宣告。所以咱今日的要理问答讲，伊是互上帝所设立，佮互圣神所抹油。基督伊嘛常常因旧约的圣经，譬如讲以赛亚书61章第1节到第2节，就是伫路加第4章18节到19节讲伊就是奉耶和华的名，耶和华来抹油，互伊传福音和颂扬的人，这个经节。咱来讲，耶稣受圣神来抹油。耶稣毋是一般的，毋是上旧约的先知、祭司甲君王，互人来抹油，毋是，是啥？是圣神亲身伊抹油，毋是人。迄个行洗礼约翰，伊伫约旦河，伊公开承认耶稣就是弥赛亚。伊为行洗礼的时阵，看到圣神拿一种井来降临伫耶稣的身上，表明耶稣就是上帝所设立的弥赛亚，是合法来承担上帝所赏赐伊的职分。伊是上帝正式所赏赐下的救主。圣经也讲耶稣受抹油了，是迄个圣神在伊身上的时阵，伊就互圣神充满。伊是靠耶和华的气力、智慧、甲权柄来担当伊弥赛亚的职分。所以耶稣的受抹油，甲旧约先知拢无共，对不对？旧约先知是真正用圣油来抹，但是咧，耶稣基督是圣神直接降临伫伊身上，这有差别。上帝伫诗篇第2章第6节讲：我已经设立我的君王伫锡安我的圣山，被上帝亲身来竞选耶稣，差遣耶稣来担当这个特殊的职分。所以，基督弥赛亚这个职务的名称是上帝所赏赐予伊的，毋是伊家己自称其名，毋是安尼，毋是耶稣家己自称其名，是上帝亲身赏赐予伊的。而且，伫彼得前书1章20节讲上帝伫创造世界进前，就把耶稣抹油设立做弥赛亚，所以耶稣受圣神的恩赐。伊完成3重的使命甲职务。耶稣做先知、祭司甲君王，伊身兼3种的职务。伫旧约的中间，无一个人3项的职务合作一身，无可能。大卫迄当时，伊的先知拿单来指责大卫伊袂当做先知。对不对？扫罗王伊是君王，伊袂使献祭，伊献祭的时阵转受着啥？受着撒母耳来谴责。所以伫旧约内底，无人个君王、个祭司、个先知3合作伙，无是分做3种人。独独耶稣基督，伊耶稣做基督、做弥赛亚这个职务的时阵，伊是先知、祭司、君王。3个合作一体，咱来讲这个耶稣，这个3重的任务。第一，伊是咱的要理问来讲，伊是咱的大先知甲教师。要理问答安尼讲基督互上帝所设立，做咱的大先知甲教师，咱完全启示上帝伫这个救恩的典范所有定的奥秘的计划甲旨意。
旧约的先知，因就是上帝代言人，好，所以 prophet 这个字啊，头前有一个 pro，pro 唔是迄个，唔是 before， 咱若当作 before 就变做讲，迄个来未来去未去的代志，伊大先讲，叫做未卜先知。那耶稣这个先知旧约唔是安尼，唔是未卜先知的意思。prophet 这个英文这个 pro 是 instead of， 就是代替，是所以上帝的代言人呐。那实际上，咱的政府的代言人，较早是新闻局的局长嘛，对不对？好，行政院的代言人，新闻局的局长，啊，总统府阁有伊的代言人，所以为解决公司有因的发言人的代言人，所以旧约的先知就是咧传达、讲解上帝话。但是旧约的先知，因咧讲的拢是讲一部分、一部分、一部分，是一个支离破碎的，无完全的。伊耶稣基督，伊来的时阵，伊所有的启示，伊讲的话是完全的。伊本身就是启示，是上帝完全显明伊家己。这真特殊哦。古一个吼，伫民国60年，就1971年的时阵，迄个美国接来3人，接来周恩来去美国做乒乓外交。啊！迄阵美国的人所有问周恩来什么话，周恩来拢总现回答。啊！迄当时问台湾的大使叫做沈建宏，沈建宏问伊的是讲，我请示我的当局，我请示我的当局，我请示我的当局，一直讲这话，讲到迄美国人听到袂做咧。你定咧请示你的 authority。但是周恩来讲，我就是安尼讲，啊，就无共啊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个旧约的先知咧讲话是讲，耶和华安尼讲，耶和华安尼讲，耶和华安尼讲，对不对？讲了是讲阿门。啊，耶稣咧讲话吼，说含拢无共。这是一个德国的神学家讲，耶稣咧讲话讲，我实实在在甲恁讲，用个福音嘛。Amen, Amen, I attest to you。我实实甲恁讲。这个事实，甲恁讲咧，本来以色列人因咧祈祷了后，较到尾讲阿门啦。啊，耶稣就用阿门讲做情啦，表示耶稣讲我讲的话就是上帝讲的话啦。这观点无共啦，安了解吼？这个以利亚的祈祷是讲，上帝啊，你着怜悯这个人，互伊对死人中过活。以利亚是求上帝，互这个人对死人中过活。啊，耶稣咧，耶稣入撒路。出来，啊！列索罗开啊！伊无甲上帝讲，上帝啊，求你怜悯你啊，互列索罗为死人中避开啦。无，耶稣基督本身所讲的话，都是上帝的话。所以这一些人听者真正戆耳讲，啊！你凭什么讲话开安尼讲？阮所有先知都唔敢安尼讲，这就是耶稣基督是安尼。所以耶稣伊做先知，伊受抹油。唔是一般人对伊的抹油，是圣神亲身带伊来抹油，所以伊的传道唔单仅是启示上帝，伊本身就是上帝的自我启示。所以约翰福音第1章18节讲，将来无人看见上帝，只有伫上帝被上帝的怀抱中间，这个上帝的囝就将伊显明出来。所以耶稣有个学生讲啥？一个叫做腓利啊，我足介意个腓利的，伊问的问题，我讲耶稣啊，我和你做伙遮久啊，啊你上白吼显还看，啊阮着心满意足，对不对？啊我信耶稣信遐久啊，啊毋啊耶稣毋显明我看一个，啊无上帝显明我看一个，对不对？啊耶稣来回答讲啥？讲腓利，你甲我做伙遮久，看到我就是看到上帝，对不对？看到我就看到上帝。因为上帝是神嘛，人无看袂到嘛。上帝是无形无踪的，但是我是上帝道成肉身来到咱的中间，所以耶稣是启示伊本身。所以耶稣唔单仅伊对上帝遐领受这直接的启示，互人认捌救恩的道路，伊嘛咱指明这个
指明这个得救的道路，伊照着伊的话，自将这个所有的羊群领出来，耶稣基督咱领出来，所以咱会当得到上帝的话，真正受启明，咱来入捌上帝，搁入捌这个得救的道路。众先知拢是耶稣基督所差遣的，伊会当完成上帝启示。所以耶稣就是咱的老师，咱就是学生。好，安尼。第二就是耶稣是阮唯一的大祭司。伫旧约内底，祭司有三重的使命：第一，因着献羊羔，还是献牛啊？好，牛啊！台湾人在讲迄谢家牛做牛啊，好啊，谢家羊或者羊羔啊，伊无论旧约第一祭司第一是献祭，伊献羊羔做祭物。第二项，伊为人来代祷；第三项，伊为人来祝福。所以先知有祭司有三种：献祭、代祷，就是祈祷、祝福。啊，所以咱圣书咱的要理问答讲，耶稣基督是唯一的大祭司。因为旧约内底有真侪祭司，啊，典管有一个带头的叫做祭司头。因拢伫这个祭司头的基德下面来服侍，啊，祭司因为因所献的祭有三种特色：第一，因这祭司有罪人，伊嘛是罪人，所以因要献祭进前，因先为家己献祭，啊，佮就从这个祭品所流的血来抹伫伊的耳啊，表示讲我实在是有罪人，我袂堪得来献祭。请这个祭物来为我来死来担当，所以因这个祭司呢，是第一种就讲，伊的献祭无完全，伊本身就无完全。第二项，伊所献的这个牛啊、甲羊羔的血，也无法当洗清人的罪。第三，这个祭司伊本身伊嘛是会死，所以伊的任期呢一直咧换，对不对？咱知影迄个第一个大祭司就是亚伦。亚伦死了，伊的后生伊后生死了，个伊的孙，安继续传落去。但是耶稣基督伊来，伊本身唔但去是祭司，伊家己嘛是祭物，所以耶稣基督出来互人一个伊的先锋，一个行事咧，我来介绍讲，看这人就是上帝羊羔，伊要派咱这世间人的罪，所以耶稣是上帝的祭司。伊本身嘛是祭物，伊献上伊家己，伊本身无罪，代替世间人的罪来献伊家己，而且伊献祭了，伊对死人中个活，所以伊迄个祭是啥？圣经希腊文讲啥？讲是现在式的，现代式就是讲，伊这个羊羔耶稣受抬是拄拄啊受抬。永远有效的这个，所以耶稣所献的祭是完全的祭，是一届就完成的祭，是上好的祭，是上帝的独生子为咱来流血。所以耶稣伫十字架献上家己，伊献的唔是羊羔，也唔是这牛啊，伊献伊家己本身的宝血，伊为着伊的正羊群来舍命，为着咱开出一条。个新个活的路，对咱了后，咱唔免搁再献所有精神的祭，咱唔免搁再家己献祭，因为耶稣基督为咱来献祭，所以耶稣为咱拄起的唔单件事，咱心内上深的受苦的总根源，就是罪。耶稣基督就是安尼。所以耶稣伊的这个所有的祭司的祈祷无完全，无一定受听。但是耶稣基督的代祷是一定互上帝会听，因为耶稣为咱洗清咱的罪，佮对死人中过活，打伊坐伫天父的大屏，为咱来祈祷。所有人的祝福拢袂交成。耶稣基督是这个天地的掌管者，伊天父大屏为咱来祝福。所以，伊是一个更较水、更较美好的祭司。好，第三，耶稣基督是咱的君王。以色列
旧约的以色列是君王制度，君王制度就是君王颁布法律、法令管理国家，对抗外敌。但是君王不是用公义、用慈悲来统治的国家，是用刀剑甲王权来统治。因的统治嘛是怎么样？因为伊拢有任期，伊的任期就是伊的死期，伊的死期了，伊是非公告就对去。地上所有王拢总有伊的死期，拢爱死。但是耶稣基督做王有三种的特色，咱拄啊迄个姚立文来讲，第一是永远做王，因为耶稣对死人中国活，伊担一个天父上帝大名，伊是伫遐永远做王。第二项，所有的国王也是女王，因拢用因的特权，拢用因的特权、伊的权威来压制。但是耶稣基督，伊无共款。伊用啥？伊用公义，伊用谦和，伊性命为咱来赎罪，来实行统治。所以伊是通过听甲服侍来做王。所以伊咧统治咱的，毋是用钢所做的宝剑，是用圣神的宝剑来治理这个世间。所以耶稣用听来征服这个世间。所以，伊对咱讲的命的律法，所以咱就爱顺服，咱来回应伊这个主爱王，嘛教是咱怎样来顺服，伊搁进一步来讲解天国的律法。所以耶稣基督伊在生的时，伊就是王，因为伊这种的王，伊来赢过自然敌的破病、艰苦。病痛甲死亡，所以耶稣基督伊是伟大的君王，所有的君王甲伊比起来，拢总袂堪比比。耶稣基督伊做王，阁有第三项，伊来保护伊的百姓，来对抗这个仇敌。咱人有三个对敌，一个对敌是魔鬼撒旦；第二项就是这个世界，第三项就是咱来心内中的罪性。耶稣这君王会保护伊的百姓来对抗这个，伊一路来保守咱、固守咱，哪亲像一个固守伊的羊群，伊专心来看顾伊的羊群，所以咱会当承认伊是咱的好的牧者，绝对无一个人有气力对耶稣的手中夺去伊的羊仔食，所以。伊是真正受抹油的迄位，所以咱会当用歌来唱讲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。教会的牧师、教会的领袖，拢是会向烂的人，拢是罪人，拢是罪人而已。这些人拢是伫基督的掌管的下面，只有国外基督是永远的头，永远教会的头。所以主耶稣伫世界传道时，因一直拢承认伊是基督永远上帝的囝。当即嘛坐伫天父上帝大名，咱嘛是安尼。所以伫这个世间，真正咱就用交互伊的是耶稣基督，咱顺从伊的话甲伊的圣神，来远离这个习惯甲异端。耶稣做王，伊绝对无答咱要求，迄咱做袂到的。也是迄个无合法、无合理的，因为伊强调伊是奉天父上帝的差遣，咱的得救就是耶稣基督，伊是尽忠伫天父上帝，甚至伊尽忠到死伫十字架，所以伊知影伊家己是基督，是上帝所抹油的弥赛亚，伊来担当这个职分，所以咱若是接受伊的人，咱唔但仅有耶稣基督，咱嘛有天父。奉天父差遣的人，咱真正爱对天父上帝尽忠，所以牧师、中职其实是拢是上帝的萝卜，咱就爱含伊做伙三甲做工，但是毋是掠伊做王啦。咱了解这个意思哈。然后第二项，咱要来了解就讲，这个药理问答真特殊哦。讲到耶稣是弥赛亚。
了无久全就从这个主业咧全引导咱，讲咱是基督徒，基督徒这个名词，基督徒这个名词吼，哪受汉文化人上深啦。这个基督徒的意思是小基督啦。哦，你是人小聪明，你有聪明的智慧；这人小张良，有张良的计谋；这人小西施，有西施遐尼水。这个小的意思，所以基督就是讲，这人伊会行大，伊会听，伊的言语亲像基督，伊就是小基督。这个基督徒是啥呢？是对这个安提阿来。门徒受称作基督徒，是为安提阿开始。安提阿是一个即马土耳其的一个城市啊。这个所在的人，这个所在人，该当学了创治的外号啦。看到这信耶稣人讲，哎呀，这信耶稣人和这犹太人无共呢。这人开喙就基督，你讲话亲像基督，听亲像基督。这人。那就是小基督嘛，所以咱学这名。这基督听者讲，哈，但我封这个外号叫小基督，我受担不起。因专在信徒拢用真感恩的心来讹了上帝，谦卑来领受这个称呼，选用其称作基督徒做员工。安了解吼？安了解。譬如讲，人讲称呼讲，你伫阮公司你做参谋够厉害，你小张良嘛？你从这小张良，你有啥物欢喜？当然真欢喜嘛，是安尼嘛吼，对不对？所以基督徒迄种称呼安尼时，真正会欢喜。基督徒这个名词的意思是啥？是内底里含有一种的特别的意思，是讲基督徒是一种特权呐，甲一种员工呐，是甲耶稣基督这关系真密切啦。所以基督徒的意思是讲，甲基督真正有真亲密的联系。所以人若自夸伊做基督徒，人若自称做基督徒，伊就爱来检测伊家己，讲我到底有和耶稣基督联系无？我的听心有上基督无？我的听心有上基督无？我的为人言语行大有上基督无？就是安尼。现在较会红称作基督徒咧，真简单啦。请问诶，咱受洗礼的时阵，那上帝为你讲的洗礼是，你得爱悔改认罪归正，唔单爱悔改认罪，你爱个接受天父上帝做你的爸，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，圣神做你的保惠师。你安尼了后咧，转来洗礼，洗了后，佮来抹油，带你换手伫头壳顶。表示你接受圣神的抹油，所以基督徒受洗礼时，尤其礼的时阵受抹油，得啥？因为耶稣基督伊是受抹油的，我信耶稣基督，我得含参与伫耶稣基督受抹油身躯，因为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头，我是教会的身躯，头有抹油了，规个身躯，这是啥物意思？真简单哦，咱伫迄个诗篇133篇讲，这诗受抹油的时阵，迄个油咧流伊的头壳顶，因为油真多，流伊头壳顶转流到伊的面，佮流到伊的手，佮流到伊的肩胛，佮流到伊的衫巾，规身躯拢流咧。这意思是啥？讲随望这个阿伦这个大祭司，这个祭司头大祭司。伊的头壳顶抹油，其实伊的规个身躯拢受抹油，所以圣神是灌压伫耶稣基督的身上。咱这人受洗礼时，就和耶稣结连，咱就受到耶稣抹油，就安尼。所以若安尼时，咱基督徒变做啥？变做咱领受耶稣基督三种身份。第一，咱受调做先知，耶稣基督是大先知，咱是小先知。换一句话讲，咱基督徒有一个真悬的职分，就是请问咱中间若是有人做一个大公司的发言者，伊感觉足员工的嘛，对不对？通常大公司的发言者拢是董事长的特别助理，也是迄个公关室的主任，
这是内底会使讲吼，一个当属定为传真机啦，传真机啦。啊，一个公司的发言人就感觉足严格的啊，外国部发言嘛足严格的。但是咱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，甲伊独生囝耶稣基督的小先知，伊的发言人。换句话讲，咱信耶稣了，咱就要注重上帝话，丰丰富富来记在咱心内，活就对咱的心内。所以咱内面有上帝话，所以咱讲出来的话是讲到上帝恩典的话，咱来为伊来做见证，为伊来劝勉人，为伊来传福音，指出救恩的道路。所以每一个人拢总是小先知，所以咱伫教会、伫社会、伫家庭，爱常常用上帝话互相劝勉、互相服侍、互相提醒，安尼。所以伫哥罗西书第3章16节讲啥？讲咱得要丰丰富富，将上帝话来藏伫咱心内，彼此教示，互相提醒，来从严根归于上帝。所以咱万人，咱知影在宗教改革的时候，咱知影路德马丁讲万人该祭司，但是咱知影那个加尼文讲唔是安尼尔，万人该先知，所以咱每一个人是小先知，称作基督徒。第二项，咱们是受调做祭司，是小祭司。这个旧约的祭司是献羊羔甲牛仔做祭，耶稣基督是献上伊的身躯做祭。咱基督徒做祭司是献咱的身体做活活的祭，做感恩的祭。换句话讲，咱基督徒按知影，咱的手是耶稣基督所用的宝血买来，所以咱的手就要做上帝的工，咱的嘴就要讲上帝恩典的话，咱的目睭就要看上帝所看的，咱的骹步骹脚都要行上帝要按伊行的道路。所以咱都要注重咱规个身躯拢献互做上帝的清。我一摆伫这个开车的时听一个广告，讲啥？我听一个足感动的。伊讲：爸爸，你用你的手搭我抱，搭我揽，我足温暖的，我足欢喜的，我足感动的。你用你的手搭我扫，搭我笑，我感觉真感动。啥时你用你的手拍我？你会用我手念我，互我规个人拢受伤。爸爸，你的手骹会变做两种形啦。这个，咱的咱政府的广告啦。我听起来足感动哦。咱是献互上帝，做上帝的清。咱唔通用咱的手去流别人的血，用咱的手去求人。咱的手势要牙关，这是安尼。第三种，咱受调做上帝的君王，小君王。意思是讲。君王是和外敌对战，是用仁爱来统治。换句话讲，咱基督徒最小君王的意思是讲，咱爱和这个魔鬼撒旦来争战，和这个世界来争战。咱知影这个世界拢就从咱吞下去。咱知影这个世界的制度、的价值观念，甲这个真侪物件拢和咱基督徒无共。咱基督徒就爱伫这个世界。正做王的意思是讲，我用善来赢过恶。基督徒唔是要用投票、用权力来吞达人，唔是，是我做模范。所以我伫这个教会历史内底读着啥呢？读着讲，咱基督徒伫婚姻的中间咱应该做世间人的模范，唔是注重咱的标准艺人家己人的身上。这。伊讲这个中世纪若含这个教会无共的，专用迄个叫做啥？叫做异端裁判所，人掠、人抬、人使放火烧，这毋是咱基督徒的。耶稣基督初代的教会300年，拢受吞打、受欺负，所以咱基督徒是真侪这个君王，是用服侍、用恩典、用怜悯、用公义，活出上帝恩典。来甲这个世间的这个魔鬼甲社会争战，咱争战的方式是做典范。第二项，咱这个最君王的意思是讲，咱爱做上帝百般文殊的好的管家。
咱得爱伫啥？咱即时甲上帝做伙，甲耶稣基督做伙做工，咱来传福音、服侍人，咱来奉献，咱来做啥？做上帝的切恩。圣经讲啥？伫即个哥林多前书15章，讲到迄个歌瓦的迄个代志讲了是讲啥？讲所以亲爱的兄弟啊，恁得爱常常温困做上帝的工，因为伫耶稣基督所有的调话，无归伫空空。意思讲，咱基督徒伫即个世间所奉献的，毋是归伫空空，咱所奉献的是啥？是种落啦。咱知影，你也知影，你也种稻啊吼，你一粒切啊，种落，伊花开的即个稻啊，会变做结实的，咱60倍至100倍，甚至较好的结实的，咱300倍。换句话讲，咱伫即个世间所尽力奉事的，咱到伫永远的天国内底，拢是变做啥？甲耶稣基督做伙徛起，管理即个世界。所以对安尼来讲，咱基督徒是一个真正尊荣。什么是基督徒？基督徒就是称耶稣做基督，耶稣做我的老师，我做学生，一世人拢来学习耶稣的真理，活出真理，传讲真理。什么叫基督徒？就是耶稣基督为我来死，为我来钉十字架，流出宝血。我相信伊的救恩，接受伊的救恩，所以我的嘴来承认耶稣，我做我的救主，我的嘴来认定耶稣对世人中过我。了后咧，我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，我嘛自从接受耶稣为我的祈祷甲祝福，我嘛加做这个世间人的祝福。所以基督徒做祭司的意思是讲，我来我的家庭，为我的夫人人，为我的丈夫来祈祷，为我的世间来祈祷，来祝福因。这是一个真大的恩典。第三，咱基督徒是甲这个世间、甲这个魔鬼是伫遐咧争战的人。咱争战的武器，毋是去骂人、去欺负人，是上帝的恩比甲上帝的话，咱挖出来，成做这个世间的上帝耶稣基督的见证。咱而且过来服侍这个世间人，所以咱教会，咱得宣布，咱大家教会的人拢是基督徒，所以万人皆先知，人人读上帝的话，学上帝的话，传讲上帝的话，人人皆祭司，大家拢信耶稣做救主，做基督，而且呢，为人来为众人来服侍，来祈祷，来祝福，万人皆君王，咱众人拢是上帝的罗卜。咱三个来祈祷，我感谢你，你都驾驶我耶稣舞台，国买人来归上帝。主啊，你求阮，互阮做祭司来服侍上帝，因为你也要做王伫地上。感谢主，互阮这人成做小先知、小祭司、小君王。阮特别求你帮助阮，互圣神来充满阮，互阮对圣神来得到开力、智慧甲权柄，来行出阮基督徒好的样相，行做这世间人的好的模范。阮安尼祈祷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